隻嘢好犀利啊！中咗重招之後，竟然完全冇受傷，幾有趣啊！一定要收拾呢隻嘢。你太野蠻啦，咁就一啲美感都冇。戰鬥從來都冇分美麗或者醜惡，講嘅只係力量。我永遠都係強者。嚟啦，暗黑沙球去！哼，竟然夠膽喺我面前咁樣講嘢，我哋喐手啦！遠古長鷹。睇下阿盧比亞斯同沙龍並肩作戰啦！犀利啊！從來未見過咁嘅場面噶。戰鬥能力發動，連續擴散。戰鬥能力發動，動力生命。佢哋加大咗激光嘅力量。竟然冇事。就咁就消失咗。你嘅意思係咪下次再同我較量啊？阿盧比亞斯同沙龍嘅組合為大家帶嚟夢幻驚喜啊！犀利啊，夢幻組合！呢個係機械電子科技嘅爆丸，就叫佢做鋼鐵巨人啦！耶！搞咗啊！到底邊個至係主角㗎？頭先出現嘅神秘爆丸到底係咩來頭啊？唔通係意味住新嘅敵人已經出現？頭先嗰隻怪物到底咩來頭呢？我唔知，不過我諗頭先嗰隻怪物應該係由我衍生出嚟。獨角巨龍，嗰隻怪物會唔會同我噩夢有關呢？前方消息，一隻暫時被叫做鋼鐵巨人嘅爆丸喺阮少同雷航特進行對戰嗰陣搗亂場地，所以呢場對戰會取消。呢隻係呢隻叫鋼鐵巨人嘅爆丸係咩身份呢？而且係咩人派過嚟搗亂場地，暫時都冇人知道。希望可以盡快解開所有謎團啊！原來係咁，唔止萬惡邪蟲，佢仲衍生埋鋼鐵巨人出嚟。你推呀？係，回家無以大人。真係估唔到，佢哋嘅身體入邊竟然有咁強大嘅力量，幾有趣啊！唔使留手，盡情破壞啦，繼續增強自己。只有咁樣，我嘅野心只有機會實現。出会えば一触即発危険男女立ち向かう時だよ I'm ready